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台中5款火车头，有一个查甫人伊无买票就走入去月台的，站务人员去甲挡，想袂到伊若是唔配合，竟然还佫大力甲站务人员车落铁轨路。昨昏暗时6点，警方已经抓到这个人啊。 站务员约到月台，想要向一个穿乌衫、无买票的查甫人验车票，想袂到查甫人毋但拒绝配合，阁冤家。过程当中，查甫人竟然伸手杀人，互站务员规人当摔落铁轨路，疼甲无法度起身。阁较惊险的是，对向列车拄好驶过来，穿乌衫查甫人煞转身提行李离开。陈男突然以双手推该站务员，导致跌落轨道，随即逃离车站。 该站务员腿部受伤、骨折，随即送往医院急救。敢是去会面清楚迄几个惊险的过程，边个清洁人员也拢看到，先是雄雄公公想要求助，赶紧翕查甫人相片做证据，然后冲到月台边，伸手要将受伤的站务员诱到安全的所在。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也整合到说39岁姓陈查甫人的行踪，将其逮捕到案。本案警方掌握 陈显逃离动线，已18时在武前车站附近建国南路将陈显逮捕到案。全案依刑法杀人未遂罪侦办。惊险的画面，互人流凊汗，为捍卫第一线员工的安全，代替回应受伤的同事送医了后，目前由亲人陪伴。中科主管也到殡仪关怀，台中站已经通报铁路警察承办当中，代替也提供相关的法律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署针对新竹、苗栗、台中、台南拢发布高温的资讯。东半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1度至32度，西半部较烧热是34度至35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日虽然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好天，不过要是爱注意，过到中南部有的所在会落西北雨。另外，今仔日东北风增强。 基隆北海岸、宜兰、恒春半岛甲大台北山区会转做是局部短暂雨的天气，花东嘛会有雨湿啊。这礼拜因为东北风开始增强，温度会变较凉冷，也若食方便较会落雨。另外，风台下凉，目前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 烧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拜二到拜五，东北风增强，北部和东半部拢会转做正方面，雨势较明显，高温也会下降。北部地区对拜二开始温度在-3至4度。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开始增强，那到时候在整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会开始转成有一些比较零星或局部的短暂阵雨。 而西半部地区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则是以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雷阵雨。 也那目前伫日本南平海边的风台下凉风台，虽然强度一直咧增强，不过伊的角度向北边煞，离台湾愈来愈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花莲江河乡的民众志工也有一段好天的时间通摒扫，只是受到风台刮开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拢会有长影发生。气象署建议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记者查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来关心流感疫情有加悬的趋势。 顶礼拜，校园通报流感的个案超过2000人次，这是112年以来过一礼拜上济纪录。有医生讲，中秋连假了后，病例可能会阁加悬，而且今年流感的病毒有变异的趋势，提醒民众都要赶紧去注疫苗。 中秋假期有营业的诊所一直有民众上门，第一线医师观察，趁假期来做流感疫苗人未少，也未少人是发烧。其中确诊流感的差不多30%，观察因为病毒有变异出世，也有人3个月来重复感染无同款病毒株的流感。大部分都是以发烧为主。那合并的说有头痛、全身酸痛、疲倦、无力等等变种，所以说大家变得比较没有抵抗力。 所以说，而且甚至有2种以上的流感在流行。医师指出，目前流感个案也是 A 型流感为主，有病人确诊 B 型流感。疾管署监测9月1日到9月7日，类流感门急诊有12外万人次，出现上升的趋势。台北市卫生局观察，尤其校园流感疫情增加真紧，顶礼拜接到流感通报2181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32.6%。今年9月以来，流感的这个门急诊的疫情都有升温的情形。那尤其以校园
园的流感疫情更为明显，疫情呢来到从2012年以来的新高。今年做流感疫苗到测试为止，总共做人数是去年同期的2.6倍。不过，工会学者陈秀熙分析，在流感疫情多病毒共存趋势之下，推估做疫苗至少要达到70%才能降低疫情规模。另外，疾管署监测全国最近4礼拜已经接到66件遭白群组通报案件，其中7成是诺罗病毒，也提醒民众伫中秋聚会要注意手部卫生，实在要仔细。若是有技术症状，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人讲是海洋蛙兵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两栖侦察营，原底是驻守伫咧金门，顶个月已经换去偏湖驻防。根据了解，这是由国安会甲国防部主导决定的。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台湾职业篮球啦啦队的队员，伊提供银行的口座，互诈骗集团收99万诈骗的压榨钱，而且还佫肖想要用转销来洗钱，去互银行发现，所以无过手。目前法院判伊爱关3个月，并科罚金3万块，缓刑2年。过来看《中国时报》，2020年诺贝尔医学奖即马出来啊，是由2个美国甲日本的一个学者来得奖。因发现免疫系统的调节性 T 细胞安怎来阻挡免疫细胞攻击身体这个机制，希望会当应用伫咧自体免疫的疾病甲治疗癌症。继续，咱要来关心花莲救灾的工作，要继续伫咧进行。不过，说是传出大平村中学街的水沟啊有农药的臭味，而且有民众闻到身体状咧无爽快，随上病院。环境部讲初步研判是农药的管啊破去，已经有派人去处理，嘛呼吁民众先莫挖过。紧急派出处理南马矿的车，伫现场要处理的毋那是落瓦煤。伫花莲光河乡大平村的中学街90巷，亲就有农药截条的，有一位民众闻到了后，身体无爽快，紧急送医。溢出来的液体，赶快把它用泥土淹过去，然后再把它清除嘛。我是捏着鼻子去铲。我那个时候听到脚都软了，就看他瘫在那边，又呕吐，又是喝水，还是一直吐这样。家属着急，环境部环管署长车来也亲自去勘查，检判是农民杜准的农药容器破去，已经为社会利益，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一个农药。那原则上，只要不是喝进去或者皮肤接触到等等之类的一般对我们影响是不会太大。这一条路，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带队官撤离所有的义工，后续我们完全派机械来做处理。花莲光河救灾工作进入第14日，重点任务就放伫切沟啊清理，尤其30公里的切沟啊，也有24公里爱清，下个巷啊爱靠人来清理，不过部分真歹靠人力处理的区域都爱靠技术。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为小山鸟到30栋的轻下车啊，拢会由环境部统合调度，也向前沟啊车厂商发声，会当加入支援。这沟清理，我请国土署全权处理。由环境部征调全国的这个清沟车，我们预计在10月18号，所有清沟的这个工作任务要达成。假设清沟的厂商是需要这个费用可以跟国土署这边联系那么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除了前沟啊之外，2大工作重点区域，包括福州街的尾头甲保安室，为做独立责任区，由军方上校指挥官全权负责。另外，敦孝街也会独立并立，希望伫1日来完成整理。附近的红林镇是红列做河关第8区域，初一开始并立，也会正式进入掌握救援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那光复乡今仔日是恢复上课，不过当地几间小学要咧收容灾民。有家长质疑讲，相关的配套无做了周知。咱那花莲县府是讲会分区管理，袂去干扰到学生上课。另外，昨晖中秋休假，真侪志工拍无火车票通转，代替嘛开放自强号会当买客票。车头外口全是人。中秋连假志工来到灾区，继续协助花莲复原。不过连假最后一天，规阵人要转厝，车票真好买。无论是上北路南的对号座，这都开始卖，随着小甲空。8月
4点的时候要抢票。有没有听说朋友都买不到？有，然后他们就是用站票。我们现在开放5座位自强号乘车。在后志刚总动员，和灾区的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停课几年间的光复乡7间国中小，随时都要实体上课，学生的人数是300人以上。不过光复乡间会先用线顶上课，13再恢复实体。清除的部分已经达到9%，但是他们活动的空间，包含篮球场、包含棒球场、足球场，目前已经受损，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开放。虽然户外场地受到严重的损伤，不过光复各中已经有对策，清污嘛大概完成，尽量袂影响到学生上课。营养午餐是协调北京校供应，不过当地有几间小学目前还有咧大灾民，引起家长的焦虑不安。你们都措施都没有配套完善好，你们就直接下达命令是你们大厅要怎么样，你们大厅要怎么样。部分学生家长质疑相关的配套无周至，和上课乱糟糟，事先嘛无和家长充分沟通，尤其是大圳国小安置的受灾户超过170人，人是不加多。在这种艰困的一个时空环境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共体时间？那我们承诺会尽快的来把校园还给学生。我们学校有一边受灾户可以从独立的路线进来。花莲县政府回应讲，要让所有的灾民返厝，实际上也有困难，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度过这个艰难。现时就要复课，希望会当甲学生甲灾民分区管理，动线明确分开，互双方互相袂去干扰着。警方嘛派驻伫小学外口管制人员的出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烂土上较严重的所在是伫咧佛祖街后壁段，目前一半拢已经变好势啊。不过，刷落来这居民安怎登记来安置？这徛家敢袂当带人？要登记也是要迁村，大家想法拢无共款。军警合约引导登记区，还有军中卡车开入佛祖街。花莲光复乡大水第14日，佛祖街作为清理最后一段路，统计89号、40号清理完成，被列为清理重点的所在。这边太满了，因为都淹到1层楼高啊！这边你看，光一间房间我们都清了5天了，正常一间我们都1天就可以清5、6间。不过，民间力量大刀退出，后续居民安置，甲登记机制也出现问题。目前由相关建筑工会协助乡家安全鉴定，评估受灾处大可能。怎么讲？还是那句话，祖宗的啦，地啊。所以再怎样，我们还是继续住这个地，因为我们的地啊，要传后代的。安全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些，感觉上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改善的，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啊。那如果这边评估是没办法住的话，那当然就是也只能迁村，也是希望政府赶快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原地登记甲迁村真做两难，国土署强调，迁村评估会充分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甲社区连结。不过面对佛祖街后段土山墩甲真严重，目前是以道路柱提升屋，也有四连架部分原来超吹原来屋，其他农地绿地也爱解决。佛祖街的后段原本是一整片茂盛的农田绿地，如今淤泥堆积，厚度高于1层楼高。中央指示先将边坡削斜，并且覆盖，避免出现倒塌状况。光复乡600万栋的土山路公梅啊墩地，在占地场，也有市区大细土堆，后续安怎土石安置，也避免被冲走造成二次伤害，接触影响地方的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行政院会伫咧光复乡的灾区成立一个服务平台，互民众会当直接来申请补助。虽然县府初三都已经开始发5万块的慰助金，不过有的庄仔头救灾期间的粪扫甲烂土是拢车队因遐去，煞无通领到补助。昨昏有3个村长带头去抗议。花莲马大洋区2860米长的补花，进前互大水冲掉，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完成建构5米宽的临时补花。除了同时阵铺更网、喷浆加强，引水的路线嘛继续咧赶工。若水头的帮山湖，根据无人机的观测，水位按10月初1到初6无变化，水量是一疗进程的6.4%，维持红色警戒。那在河床的部分，我们已经往下挖，让河床的这个深度能够容纳这个水流量。如果不是雨量超过每一天200毫米的雨量，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
若要解除红色警戒，协调所讲，要确认邦山河水流量敢会造成冲击，爆发的防护安全等4要件。花莲县政府要完成地区的撤离计划，不过灾区复原的同时阵，为租金的认定却出现争议，因为部分西富村全村每一户领5万块，边仔的大进村、大全村、南富村3个庄变作厝顶灾民，村长带村民抗议，叫县长出来说明。发放慰问金的依据，你们怎么去发的？我们是用内政部根据台大团队的研究，他所做出来的红色警戒区域的范围去勾勒出来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大全村也是受灾户啊，你的淤泥都在我大全村。再来就是每天台九线上这么多的粉尘，我的居民的生活品质当然都不好啦。总统赖清德伫前一日嘛宣布，中央加度受灾户补助1户20万的厝体修复金，加上进前行政院家园清理甲复原慰助金的15万，中央的家园支持3方案，合计1户补助30万，初7开始申请。无够啦，阮的厝都拢因拢因甲介悬啊，家具3项拢还了啊，要哪有够？看会当实报实销安尼嘿。在我们一站化的地点，就是整合地方、县市政府还有中央对灾区所有，我讲的是所有的各项补助，通通在那边做解决。明天开始运作。初7到12，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带领相关部会一站式服务，要用上紧上利便的方式来协助受灾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即马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喜马拉雅山这几日风势是透假，有1000个爬山的人掉伫咧遐，目前敢若350个人有救出来。另外，附近的尼泊尔是连续3天落大雨，造成水崩山，上无有47个人死亡。大雪继续落伫喜马拉雅山山地，这条大雪为10月初4暗就开始落，造成海拔超过4900公尺的偏远地区通行受阻碍。喜马拉雅山位伫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上坡风位伫西藏自治区内。即摆中国当架客运大批游客去爬山。暴风雪造成大约1000名登山客掉伫山顶，中国当局已经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甲当地村民协助清除积雪，想要拍通进出落山。目前已经知影大约有350人脱困。救援队收到的获救信息显示，一寡步棚因为积雪已经放弃，部分登山者出现低体温的症状，情况紧急。西藏旅游公司已经宣布为泰国去暂停卖省府风景区的门票。喜马拉雅山真歹天气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顶礼拜六遭遇大雨甲大水侵袭，连续3日引起的大水土石流甲山崩，已经造成数十人不幸罹难。首都加德满都伫大水退去了后，规片拢是落雨梅，民众也开始清理家园。त भइहाल्यो त्यो पूर्व जानकारी भएको हुनाले हामीले केही सामानहरू सुरक्षित ठाउँमा राख्न सक्यौँ क्षति कम भयो अब तपाईँको अरू क्षति भनेको व्यवसाय गर्न मिलेन बाढ आइरहेको छ सबै मान्छेहरू सरेर उता सामानहरू यताउता राखिरहेको छ अब खानासाना पकाउन गएछ सबै दिक्कत छ अब के गर्ने अब尼泊尔官员表示，罹难者中有35人，伫几啊件的山崩死亡，也有9个人和大水冲走失踪，另外3个人死伫累极。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升悬，印度边境也有7个人因为大水河罹难。尼泊尔气象单位警告，大水河可能将会继续到初6，将继续发布上悬级别的预警措施，将灾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接下来关心加沙的情势。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代表初6伫咧埃及，就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来谈判。川普讲，估计伫咧1礼拜内会完成释放人质，甲交换巴勒斯坦的犯人。而且伊嘛警告哈马斯，若唔甲加沙的控制权交出来，因会防彻底消灭。伊也踮埃及开罗甘蔗和平谈判举行的前一天，川普爱双方赶紧结束战争。伊讲，这就我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有真好的讨论。估计伫7天内会释放人质，甲交换巴勒斯坦的犯人。头一阶段的2大目标会当顺利完成。Very quickly, we had some very good meetings.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 lot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Israel, frankly, Muslim, Arab, and many others, have had great meetings with Hamas, and it looks like it's working.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主持人杰克·坦普用简讯访问 Trump， 讲若哈马斯坚持要掌权，会发生什么状况？Trump 的回应是讲，彻底剿灭
又搁发文讲，以色列同意初步会撤军路线。国际媒体讲，照川普所提出的3阶段撤军计划，会有9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中国月初伫多哈闪过以色列空袭行动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加沙区的议员哈亚，是哈马斯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伊伫接受卡达阿拉伯电视台专访的时阵，自头到尾拢咧讲2年来加沙人所受到的苦难，并无讲到会谈甲停战的可能性。另外，虽然华府高层爱以色列即时停止轰炸，不过变变着轰炸声甲黑烟吹落照相伫咧加沙，看甲清清楚楚。进行24点钟来，至少65个人死亡。The Prime Minister has given orders actually for defense to fire back for defensive purposes,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threat to their life in the battlefield in Gaza. 然后以色列逮捕拘留的援助加沙国际军队的人，随后陆续用释放回国，因指控讲受到暴力无人道的对待。Con perros dispuestos a atacarnos, arrastrándonos, como he dicho al principio, por los suelos. Esto diariamente. 巴黎、马德里、伦敦、纽约等欧洲主要城市，甲土耳其、巴基斯坦周末拢有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街头示威，市区的街仔都是闹热滚滚、转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交迪亚共和国将去年国会大选了后，就称在有人去街路抗议，指控执政党受到路西亚的控制。当地车市又搁爆发激烈的冲突，有部分的示威者要冲入去总统府。因那警察是动用水车甲催泪加速来对付，造成27个人受伤。喷水车往下慢慢向前行，往下喷出强烈水条，扩散游行伫留伫总统府周边道路的抗议群众，同时车下想要将群众塞入路中杀开。当日是朝鲜共和国地方选举投票日，被选出包含首都提比利斯在内总共63个自治体行政首长加议会议员。不过，多数在野党事前都指控，为选举互罗西亚透过执政的乔治亚梦想党进行操控，所以选择抵制选举，搁发起万人大示威。We are calling it the Russian Special Operation, and the purpose for those elections is to somehow legitimize the Ivanishvili's illegitimate government. We demand Georgian dream, so-called Georgian dream, to leave us alone and go to their homeland Russia. 以前示威场面原本就平和，不过一暝了后，部分抗议群众在总统府周边道路塞路中，佮想要冲入去总统府。甲迄时阵，伫外围自首的进步警察爆发冲突，朝鲜内政部马上宣布抗行动违法，下令警方驱散。另外，执政党除了强调爱伫欧盟甲罗西亚之间摕到平衡的外交关系，来谋求区域稳定，也反抗在野势力是伫欧盟协助之下，是要以2014年乌克兰模式推翻合法的民选政府。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ელჩი შარშან პირდაპირ უხეშად ერეოდა ჩვენს დემოკრატიულ არჩევნებში და მოუწოდებდა ამ მომრჩეველს მხარი დაეჭირათ ოპოზიციისთვის, ხო, ღია მოწოდებით გამოვიდა ამასთან დაკავშირებით. ჩვენ შეგვიძლია დავიწყოთ ისიც, რომ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ოფიციალური პრეს-სპიკერი გამოვიდა რამდენიმე დღის წინ და მხარდაჭერა გამოუცხადა დამხობის აქციას. 朝鲜梦想党为2011年创党以来连续4届国会大选，拢争做单独过半第一大党。这摆地方选举伫多数反对党抵制之下，朝鲜梦想党阁是以超过80%得票率，换上所有地方首长甲议会席次。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来关心印度最近爆出上无有14个囡仔腰子衰竭死亡的案件，因拢有食一种囡仔专用的扫药水。内底二甘醇是一种工业的有毒溶剂，那食落到底是会死人的。目前，这个涉案的一个医师甲药品公司拢红列做是被告，嘛当咧追查。侪民众伫印度各地抗议，现场保安也是吊规抓，代表10几个无到5个，哪像食一款紫砂糖浆中毒死亡的囡仔。8月底开始。印度各地就直直传出有幼囡仔出现袂喘气、呕吐这个症头，最后却因为急性肾衰竭不治死亡。ऊपर सांस फेंक रही थी, पहले सर्दी जुकाम था, ठीक हो गया था, फिर अचानक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हुई उसकी, तो सांस लेने में शायद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थी।
这种紫砂糖浆是伫印度南部塔米里纳德邦一间制药公司生产的。印度卫生部伫摕到三布鲁送验了后，发现大部分的三布鲁竟然是有超标的离甘醇，这是工业用的样剂，一输了就致命的危险，何况是囡仔。印度政府即时立案调查，查封存放药品的仓库，结果找5个传出中央邦有3个囡仔因为类似的状况死亡，将做受害者上侪的邦。当地的政府官员才下命令禁止买卖这款紫砂糖浆，嘛下命令隔开这种药方，让受害者的医生停止羁押。कहाँ ड्रग कंट्रोलर जिनकी जिम्मेदारी थी कि जिले में दवाई कौन सी बिकेगी कौन सी नहीं बिकेगी स्वास्थ्य मंत्री कहाँ है 印度是全世界第3大药品的出口国，嘛是全球20%学名药的供应国。不过外界定定咧质疑印度对着药品的监管。2022年的7月到9月，70几个非洲甘比亚的囡仔因为食这款印度紫砂糖浆来死亡。过当年乌兹别克嘛发生同款的事件，有18个囡仔死亡。德国之声报道讲，事件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捌公开点名2种印度生产的紫砂糖浆。这摆印度国内发生少年耍囡仔死亡，目前已经有3个邦禁止买卖这款药品，受害者上多的中央邦，国家是针对已经流入市面的200几罐紫砂糖浆展开调查。公视新闻洪路梅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讲，为11月初1开始，所有为其他的国家销去美国的中型甲重型的卡车，拢爱扣25%的关税。来看法国总理洛克洛，上日无到1个月的时间就宣布辞职，成做法国现代史任期上短的总理。这对总统马克宏来讲，毋但是真大的打击，嘛加深政治的危机。韩国今年中秋的连假加上前后的休困日，一个手会当休7天，真侪民众是拢出国佚佗。根据统计，韩国人上爱去的国家第1名是日本，过来是台湾、越南、香港、甲印尼等等。镜头转来咱国内，顶礼拜是苗栗发生有乌白杀人的事件，其中一个50岁姓林的查甫人，伊为着要保护一个查某囡仔，伤势是不了严重。经过5天的治疗，即嘛已经稳定，嘛转去普通病房啊。主要是背后跟右上腹有一个很长的伤口，那尤其右上腹那个伤口看起来是很长的尖的水果刀，所以不仅伤到肺脏横膈膜，还有肝脏破裂。那目前来讲，就是横膈膜、肝脏的部分出血已经改善很多了。病人在今天已经算比较顺利之后，我们把他转到一般病房去了。那若姓丁这个受伤的查某囡仔，目前已经转去一般的病房进行稳定。另外姓齐的查某囡仔伤势较轻，目前已经无啥问题。苗栗县府嘛讲会负担这3个人全部医疗的费用。继续来关心台南左镇山区顶一日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初步调查是轿车伫咧转弯的时阵未互动，去弄到乌托摆，而且有人看到伊弄到乌托摆进前，这轿车就捌发生其他的事故。警方调查内发现讲，这个死亡的车祸双方其实拢是无照驾驶。才帮我过完生日，还一起唱歌、吃蛋糕。这个后生到庭庆祝家己生日，现有死者爸爸无法度接受囡仔和车对撞了后不幸死亡。是超过吧？这台乌色轿车伫山路来回驶，速度紧甲连骑脚踏车的人拢看袂落去，按对方放慢速度。这台车经过治疗关节病台附近的时阵，疑似无减速伫路桥弯道失控撞到头前机车，对方昏迷送医死亡。轿车是并入病看。他在网络嘻嘻哈哈，他要出院了。我做父亲，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对方任何，他们有跟我儿子道歉或什么，我也没办法。轿车吊挂长车路，初步将合肇事驾驶虽满18岁，毋过无驾照，被17岁少年也无照骑车。加上讲，后生甲对方拄熟悉，无甲熟悉。有现场人发现轿车弄机车进前，先甲一个骑脚踏车人相撞。警方也到场处理，毋过这台车虽然是继续驶。我就看他那一台马三一直在那边冲来冲去，车友嘛，说他们先被擦撞到，被那一台马三擦撞到，所以这时候照理说他就不能再给他们开走了。警方做着积极处理问题。现场民众发现，沿路驶车人好亲像毋是同一人，无排除车顶真侪人轮流驶。员警获报后到场处理，业依规定自单举发无照驾驶及禁止行驶，业由本分局调查中，
如有违反规定，将从严惩处。中方表示，调沿路监视器发现肇事车技术危险驾驶才情形，专案有一台小轿车，6台机车插到4男3女涉案，死亡车祸进前发生的交通事故，环境是受所致已经介入调查。轿车驾驶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已经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他人无查到违规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摆咱国内诈骗的问题，会当讲是世界样样飞，甚至有诈骗集团看到这受害者想要把钱讨回来，竟然假做是民间反诈骗协会等等的机构，搁甲骗第二届，提醒民众千万都要注意。那你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吗？我知道啊。多少钱？啊，你管那么多？你就是不知道。虽然防恶检对台，警方无避免继续耐心苦劝，成功收掉3800万。诈骗集团常以投资黄金或虚拟货币为名，诱使民众转汇巨款。这款的假投资诈骗，占9月总台信用权累计26起发，那受骗的件数上侪是网络买物件诈欺超过3600件，尤其落伫韩团4颗危险症受害件数袂少。网络上说要赠送韩团的周边，然后只需要支付运费。那一旦有民众去跟他们联络，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通过金流验证，或者你的账号没有验证，没有办法下单。诈骗集团上大处刑的处罚，就是甲你讲对明称的话题有近距离，才互受害张小姐汇出12万。万无怀疑，也毋过早期手法多变，搁较有人看准被害人的心理，搁理出诈骗。这类早期步数伫内流传。向被害人讲大话，讲警方了袂转来的钱，因有法度讨转来。其实一回搁一摆诈骗民间白少反诈协会，搁较安尼变做无用对象，提高可信度。诈骗集团就会把你的那个 logo、你的那个名称，然后去发给所谓的受害者，让受害者误以为这个是协会来做帮忙的动作。那当然，他会有一个信任的动作嘛。民众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协会的部分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你追回款项。根据警方掌握，国内有未少被害人受到二次诈骗，专家也提醒，民间协会会当做的多数是协助发声、提供心理支持等产品，万一防冒名使用，被害人唔通防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双十大典昨昏下晡彩排嘛开放观礼，其中三军机队嘛有安排去年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加油歌曲，要用棒球来展现国家团结的精神。也那亚后的空军雷虎小组，今年换作是永延高教机了后，嘛是头一届参与大型公开演出。双十大典雷虎小组冲场，今年换作国产的 AZT 永延高教机。8日下晡伫咧总统府头前有举办今年双十大典的彩排活动，有侪精彩的内容。三军机队做出拍野球的模样，因为去年台湾野球伫咧世界12强的比赛得到冠军，特别选应援曲着做伙来结合表演。今年彩排嘛开放民众入来观赏，无需要申请证件。虽然天气真热，民众也是真热情来到现场感受气氛。想说这边没有管制，然后很难得的机会啊。然后我女儿10月10号生日，所以就特别看她的生日的国庆。炸水来啉，啊其他无法度啊。伤热。今年双十大典也加入台湾多元的文化元素，除了客家和原住民的表演，也有中华大川国校的合唱团，特别准备高调的台语歌，服装顶面遥控在地的特产，满满的葡萄。大川国校表示，希望把台湾的舞剧、地方的特色，伫咧双十大典的舞台顶呈现给观众看。台语是咱的母语，总共唱5首的台语老歌，月夜愁、黄昏的故乡，山顶的鹅高兄。流浪的吉普赛姑娘跟水车姑娘，我奶奶妈教阮做的，来代表大村的代表物是葡萄。为着要配合双十大会活动，10月初10的时，总统府4颗位啊拢有交通管制，民众若是要来到这附近，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记者陈阿选桂林台北报道。我来看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今年8到月期间，有真侪中国渔船伫咱的经济海域咧走的时阵，会假做是别个国家的船仔，甚至是假做是罗西亚军方的船仔。学者认为讲，中国的目的是为着要测试咱的反应能力，而且进行近地作战。
这几年中国的渔船渐渐地侵了台湾的周边海域。美国军事战略研究组织战争研究所最近指出，伫今年8、9月，有几只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经济区内底发出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叫做是别只渔船、中国海巡船，也是罗西亚军舰。混淆台湾的电子情报的这个判断，测试我们的反应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制造这个认知作战，可能就有些民众会被误导，以为说俄国的军舰跑到台湾海峡。学者讲，中国的目的是要测试台湾的反应的能力，还有认知作战，像是中期常态化侵入台湾的 ADIZ。就是要消磨台湾的资源，减弱咱的警觉性，试探咱的回应程序。广播讲，最高几日有查到10只中机、6只中艦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前处室处长谢立新最近真罕见请军方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讲台后会当互相学习分享普适地带行动的经验。We'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Grey Zone operation over years.There's a tremendous how we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 not just benefit for us, but also benefit for the European nation. 公安受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安会主委齐书俭表示讲，若是台湾有代志，欧洲嘛有代志。伊强调，唔是爱欧洲国家介入，是希望欧洲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做飞航供应链，做伙投资和平，协助战争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有屏东的食品业者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猪肠仔。专家提醒，这物件查扣了后，要是爱进一步来检验看这内底感受重金属等等的物件。因那台北市公共卫生协会嘛呼吁，都要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来增加较侪稽查人员的人数。百位食品公司已经奉下令停工。不过，外界也是真关注食安的问题，因为这间公司涉嫌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加工猪肠仔，已经流入去市面，唔知已经有偌济去互民众食落巴肚底。那现场总共有7个双氧水的桶子，其中5桶是空桶。那针对这7桶的部分，已由检方全数查扣，带回后续来做进一步的侦办。动物科的专家严宗海指出，若是食品级的滚药水，在严格规范之下，会当摕来处理部分的食品，不过将其买的产品袂当有任何的残留。因那工业用的滚药水是完全禁止摕来处理食品，所以光是查扣产品还佫无够，还佫要进一步来化验这批工业用的滚药水的成分，才会当真正理清对人体的败害。应该把这查获的工业级的双氧水送验。送实验室化验，说到底这不纯物包括哪一些？是哪一些化学物质？哪一些重金属？是不是有铅、有汞、有铬、有砷？变了一段时间，就会表出食安的问题。台北市公共卫生协会认为讲，这显示卫生稽查体系卡手的问题。全国有登记的食品业者差不多47万间，餐厅差不多有16万间。不过，全国卫生稽查的卡手敢若差不多700个人，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纳入食品技师甲公共卫生师。在稽核面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个配套措施，叫做平常的突击检查的稽核。那签证制度如果落实的话，可以类似建筑师跟会计师一样。蔡炳谦希望评估试办计划可行性。小苏回应讲，目前已经有完整食安管理的机制，暂时无考虑增加食安签证的制度。未来会当评估规划公卫师来协助理清食品中毒伫咧流行病学的调查甲判断。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烘肉猪肉的价格嘛对得起，即嘛1公斤爱到100外。饲猪协会强调讲，因为这猪仔囝破病饲袂大，所以猪肉卖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并不是乌白放价。这季中秋，民众烘肉季节，肉品的需求量增加，猪肉的价格嘛搁再起价。事实上，5日这期间，猪肉1公斤破100，后来因为大水雨地灾、猪仔肥约的因素，起到大约105。9月中，猪肉价回稳，涨到95块，即马搁起到将近100块。台湾的猪价大概赚钱了3成吧。饲一摆才低，你40-50只去啊，只去个死，一本是100外块啊，啊，若死个少会赚钱啊，百元正常啊。饲猪协会强调，因为猪仔囝的烂鱼病、落屎这寡病痛影响，致使猪仔的药性率无好，
100块的猪肉价其实也合情合理，并不是乌白化价。另外，亲像饲猪的本钱一直起，嘛影响到猪肉价。进口的原料比较昂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要拿本土的原料，或是我要取代哪一个原料，那我们在体外实验先做完以后，调整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子喂完以后，消耗率又比较好，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拿去替代原来的饲粮，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学者建议用换饲料这款科技化饲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做法，让猪农参考。啊，那饲猪协会强调讲，病痛影响育成率的问题，一定要猪农头壳摸的时候，希望产官学界会当做伙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台湾，长照、护理、营建业、甲幼教业等等，这行业长期拢有欠工的问题无法度解决。专家讲，除了会当请移工，政府嘛爱下部会来合作，针对各行业欠工的问题来对症下药。哪照顾长辈，哪陪因拍天谱。同齐听台顶志工团员唱歌，互长辈放松心情。台湾这地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大，机构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大，流动性高。长照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啦，对，从早到晚，我们是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应付的长辈的一些生活起居。面对少年人到底意愿家的情况，专家讲，长照护理人员的薪水不如病院护理，加上体力负担大，流动率无低。那大部分的孩子呢，他可能比较希望去这个诊所，那尤其医美诊所哈，那待遇也不错。煞工作车进入退房的房间，前期将床单换新铺好，也清理便所，用上短时间熟练的整理好房屋，过程真流利，也毋过煞无轻松。根据观光署统计，旅宿业掠算欠工6600人，希望引进外籍中介技术人力来补贴。也毋过像幼教业，可谓是本国人力。教保人员因为照顾幼童的这件事无法度中途休困，种种因素造成幼教产业人力加力。一个班级本来是2个老师，一个老师离开了教室去休息，班上就会变成是一个老师去带24到30名的小朋友，好，就是完全直接违反师生比。探究各种产业的欠工原因，专家分析，像长照护理业流动率较悬之外，营造业是工作辛苦，面对基础建设发展多经推动，工程量增加，自欠工人煞高龄退休，导致提悬薪水，青壮年劳动力也较无好补充。营造业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觉得说，顶着大太阳工作其实蛮辛苦的，宁可去找比较低薪水但是是做办公室的一个工作。另外，全球 AI 产业积极发展，台湾半导体业徛伫领先地位，也毋过人员爱轮班，工作压力大，加上国外订求人，人才供给紧张。纺织金属加工等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国际订单波动影响，长期稳定的人才同款不足。主计总处的资料来看，29岁的这样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民间人口数大幅的减少。如果你是过去习惯用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你大概真的会找不到人。学者分析，少子化之下，少年劳动力降，正做结构性的问题。除了用移工补贴人力，面对各产业欠无共的欠工背景因素，爱对症下药。对此，劳动部推行欠工就业奖励，针对营造业等的所谓3期产业，甲长照护理人员奖励就业，也会甲各部会合作，针对各产业欠工释放，就薪水、工时、班载等因素对症下药，舒缓欠工的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因为高龄化甲少子化，劳动力是真欠缺，外国人就成做补充人力的关键。不过嘛，连带产生负面的影响。日本政府7月份成立专职单位，整合外国人甲相关的问题甲政策，希望会当建立日本民众甲外国人共存的社会。烧烫的咖喱甲酥酥的煎猪排简单好食，这日式咖喱煞是外国人做的，徛伫巴台努力制作备料。缅甸来任来无到半年来学工作内容甲日文。言葉とかわからないことも教えてるだからすごくいい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やっぱ日本の人ってちょっと飲食店とかコンビニちょっときつい仕事あんまりしたくない。7、8年くらい前からインドの方、ネパールの方、今一番多いのはミャンマーの方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少子化が進んで人手不足で
外国の方にすごい頑張ってもらって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店讲，敢若这间店5个员工内底，就有2个是外国人。根据日本总部性统计，2015年1月，伫日本的外国人已经超过367万人，比前一年成长35万人，连续3年创新高。啊，不过日本的人口却连续16年减少，其中65岁以上高龄人口各占将近3成。日本高龄少子化严峻，面对人力不足的问题，外国劳动者扮演填补人力缺口的重要角色。高額の教育も必要でしょうし、日本の文化だったり生活習慣に慣れてもらう、このようなことも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で、よく外国の方が来ると犯罪が増える、こんなことを心配する人もいるんですが、これは海外でも日本でも研究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外国から来たから犯罪率が高いんじゃなくて、貧しいと犯罪率が高い。それは日本人でもそうだし、外国人でもそうだし。面对外籍劳动力增加，日本社会开始出现反大烦恼的声音。日本政府7月成立新专职机构，跨部会刑警犯罪、卖不动产、签证等甲外国人相关的问题。专家指出，靠外国劳动力针对欠缺人力的产业创造有引进人才，也是关键之一。公司国际记者日本单家报道。休困日的时阵，有民众驶车去中华海边看风景，不过煞无注意到8楼的时间，车蛇掉伫遐。海巡人员透过智慧型化制监控系统看到因，是紧马跑去现场，把人救出来。蚵仔车北区往经受困的车，6个海巡人员已经在台边。中华丰原王经海岸线中秋连假欠真侪游客，啊，不过有人无熟悉退楼，赛车受困伫福宝蚵仔岛。海巡人员透过环岛智慧型化制监控系统发现，马上展开救援。倒用者，个堵卡里面，插在顶啊。他另外那边有吗？有，那边嘛。海巡署开4点8个规划环岛智慧型化制监控系统，有红外线一现象架，高清科技讲摄影机组应清晰离海岸3公里的真车船目标，并且进入1公里范围内目标外观，300公尺以内应变色细部资讯，亲像船顶人员动态检索。海巡中部分署第3安全队就是照这系统马上发现，请蚵仔车业者到场来拖，各用人力来杀协助脱困。本所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并协调当地友好客车业者，以客车拖带车辆方式及人力辅助推行，顺利协助车辆脱困开返岸际。科技巡逻是正成功，海巡也呼吁民众随七途进前了解各县市海域状况，或者是下载海洋资讯平台 App， 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世界地甲博览会为测试开始，伫咧南投的中兴新村来举办，其中也阁有相关会当泡茶活动通好体验，互游客会当感受茶香气、色水，也阁有滋味的变化。把它拨入。把茶米放伫电焙炉面顶，用工具慢慢甲焙，互茶米焙火程度会当较平均。这是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当中的焙茶体验，用安全的电焙炉来代替火炭，互游客体验感受茶汤的香气、色水甲滋味的变化。好玩，这个是今天去那个烘焙的。在台湾那个茶叶的种类很多，家己 DIY， 家己焙火，焙火了后就感觉迄个茶香拢出来，有迄个焙香。台湾茶文化推广协会表示，南投县鹿谷乡的冻顶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65年，鹿谷乡农会开始办茶比赛，让这茶农开始研究焙茶的工课。这个体验除了传统焙茶甲泡茶以外，嘛用入玫瑰花、万寿菊、这花草，希望以创意的茶汤，让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台湾茶。传统的就是伊的炭火，适当的炭火去焙茶，啊，到适当的时间，搭焙出来，香味，就是独一的，这个冻顶乌龙茶。今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除了让民众认捌甲体验茶产业文化，另外嘛有亲像青人擂茶、青人手揖茶饮这大型活动，登记一直到10月10日。南投县府也希望结合双十宴会伫南投，邀请民众去南投支持啉茶，暗时看宴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旧历8月15中秋嘛是土地公生，做事人伫咧这一天会做土地公馆来答谢土地公家保庇。伫咧中华有民间团体办食农的课程，结合饲水牛甲做土地公馆的体验活动，互民众熟悉农村的文化。
大家认真咧拗金纸，然后甲拗好的金纸加香，压伫咧中央破开的竹架内底，再佮用帘布固定，土地公拐就做好咯。旧历8月15除了是中秋，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做田人会伫即日做土地公拐插日田的，意思是互土地公咧巡田水的时有拐仔通吐。我做3个土地公拐，真趣味。安尼看啦，捌创安尼啦，啊无创西啦，咱也是5个做啦。过去农村社会为着祈求丰收，得谢土地公的庇佑，做事人会做土地公拐来祭拜。有的地区是伫中秋拜，嘛有伫5日祭拜。为着互民众熟悉英国的农村文化，中华溪州有民间团体办体验活动，除了做土地公拐，嘛有水牛的是农生命课程。拢个有足细汉的囡仔吼，捌体验着即款迄个农村生活，啊是讲来遮吼，因体验看卖咧。啊无嘛，唔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叫饲牛，啥物是牛屎，个毋捌看过。伫咧现在社会，饲牛即件代志愈来愈少，所以阮就开始办遮个活动，互人加熟悉诶水牛较早伫咧农村的即个文化内底有啥物款的角色。主办单位表示，较早农民做事靠水牛犁田是农村重要的劳动力，因为2017年开始，伫地方甚至去台湾各地的学校推动水牛生命课程。今年头摆伫中秋结合做土地公拐的活动，希望互民众认捌过去的田庄文化，也当了解农民尊敬天地、感恩惜福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